其他人先放松，休息一下，多摔就好。不对。不对。不对。你遇到卡关，你要抵抗、穿越，还是凌驾其上啊？这角色在您的手上都蒸发了，崩塌了，啊！想办法嘛，让角色活过来嘛，觉察。老师，我想哦，那您在前阵子才得到这个国家文艺奖的殊荣，可是您却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隐退。是您对舞蹈的热情已经不在了吗？还是？也不是啦。其实我很早就决定不当一个舞者了。可是我到现在我都还一直在跳舞，而且。说真的，比10几年前当舞者的时候还跳得更多，是，你知道我意思？是。应该是说呢，我的生命里出现了更值得去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值不值得啦。应该把值得换成是需要。现在有事情需要我去做。其实你的表演问题只有一个，但不算是小问题，那就是啊，你表演的时候太自溺了，仿佛其他人都不存在。可是观众是看得出来的啊，这是新手啊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每个人看到台下坐着真正的观众的时候，都会陶醉，想要当明星。然后根本就忘了跟对方做交流。哎，千万不要忘记，剧场是群体合作。之后您有什么计划？想要做些什么呢？种花种草，当个园丁，遗忘一阵子，然后再回来嘛。哎，出去抽好不好？我戒烟了。我不想，我一点都不想。不过，好像人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一切就变得不太可能了。其实对未来本来就是一种憧憬和想象嘛。那不管有没有可能，老师你要不要试着分享一下，说说看？当个母亲吧。出去啦！注意节奏，现在太慢了，快点！啊，控制太多了你没有感觉吗？好，头放松，你的头，停停停停停停。
你们要在站立的时候就失去知觉了，啊？不是倒下的过程，也不是倒下之后。怎么样能够让身体瞬间失去知觉？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会保护你嘛。你越放松越柔软，身体就能够在瞬间保护你。OK， 再一次，5、6、7、8 ，Go！ 6、7、8、1、2，想一下动作哦，各自独立又彼此有关联，像母体里的细胞。牛奶，你还问无汗吗？可能因为大了，所以我是吃东西浸无汗。哎呦，阿哥，白都痛過哦，喊唔來嘅咧。你先放松，先放松，别用力的脚。哎，怎样了？你先放松，没事，放松。你别用力，别用力，别用力，不要动，不要动。佢看起來啊，就一好強下嘅平常啊，有手頭手面發生下呢事情啊，實在才過。嘿呐，也未啊，中風了了啊，神發就無法度處理，好事來了，全就會記住嘅，用語言啊，不卡兩片鐘來做記。還有啦，係等人講啊，斯坦人送後生嘅啊，只要開佢行唔開腳，無法度調台哦，嚟看啊，嚟送佢啦。來，阿哥講啊，還前去去行河。阿哥，我行河。從細聲啊，睇上條誒，講阿哥，去行河，還前去啊。阿哥，我行河還先去啊。做唔得啦，你冇喊出來，你讓我用糖嚟當咯啊！來，阿哥呢？啊！我是你啊！你会带皮娜下去吗？缇娜是我的家人，我去到那，就算被家人围绕，我也永远不会是他们的一份子。所以，我一直都想离开，待在离他们最远的地方。
好啦，知道了啦。你在等我？我们不能好好当朋友吗？要不然冲尿险了。有上次阿伯不肯包尿布，来不及就尿下去了。上次头家有全部清过，不过有饿嘞。这个人是谁？阿伯每天帮他换水。我妈。声音哦，哎呦！哎，韩国了嘿啊！啊哎，刘先生。安志 C。哎，不是安志 C 啦，下礼拜还送台剧几落的事啊，张不赢抢命。还有个爱神啊，鬼好跳舞啊！哪日啦，可有机会啊，请你指点一下。哎呦，莫呐。啊，爱神行。啊，好。还是会顾好较安全哦。啊，好。台剧哦，也经验啦，每日来警察局啊，我会报警请摸嘢，也是辛苦哦。好啦，我事情先行。啊，好。好，安志 C 哦，哈。安志 C 啊。今仔时走出去，你有冇看到哈？听讲也好，而且还免了枷锁。前面这个类数用钱，张黑杜氏，请你不用急救。哎呦，叫嘛喏？舍不得离开阿婆，不过头家却安尼死体，我袂强。那心情哦，我做得了解了。我女儿说，她以后不读大学，不像我这样离开印尼辛苦工作养她。她说要出国工作，我要回去阻止她，不然我之前做的都是白白没有了。哎呀，因为我离开了，我没有移民了。哎，我偏哪嘞？我看到我偏哪冇？偏哪？偏哪？哟呼！偏哪？
快的。哦，那我弹琴哈。Pina， 喵，请客，Pina，警察太爷，我妹唔见得了，我要请妹，我要请妹啦。孩子啊，你先坐，等一下肯定是吞一天寂寞耶，哦，吃茶啦，哦。阿弟哦，本来还想施暴出送代志规行出来的，无等片弄来，叫我带回去吃啦。臭啦，做买的咩？太谢啦！如果阿伯明天还有来，我再切水果来。唔是按生意啦，同我关门好，后过再有无伊给人照顾妈妈，辛苦啦，没有事。回家。哦，来。有打电话俾你老妹嘛？迄唔係請唔到人啊，冇用打你請落人咯。韩水波失中人口，太搞了天晴吗？哼，拜托一下好冇？人家係名人呢，上陣嘢爭兩種，韓總統辦的呢，是冇看新聞哦。唐公啊，我要安尼做，其實唔會見出呢。韓國啊，都唔會先變吊掛的，還想要轉來看聲音呢。講吹法，你要我嚟啊！係聲音係我做姊妹。風啊，吹法有隻聲音同阿貴出叫阿爸。吹法好難看。阿貴叫你隻老妹妹好啊，有盤啊，安尼吹法咩真行會開叫。這個講，你係吹法最好嘅姊妹啊！媽，你有尿冇？冇啦，我都在請東西啦。起碼嘅變到安尼，也係要出嚟，冇係去派出所報案啊！唔是啦，冇啦。我唔記得了喲。你有看到那個年紀點冇？年紀點？你唔記得咗嘛嘅？驚啊！睇閒嘅。唉。超多啦，就係。四面楚歌起。哎，让人要安样咯，你忙拿钱出来就让人的东西拿走。
妈，走嘛！我安尼啊，好啦好啦，无相关啦。董事长啊，男人啊，妈，中马根，中马该啊，电动的哈，经唔知去干嘛嘅面貌？阿峰哈，下课啦，好冇？下课呢？这个命诶。来唔记得让我下来啦。命一命啊！好，冇相关，冇相关哈。阿嬷有明显失智的症状了，接下来可能会有失眠或幻觉。我等下哈开掉的精神科的药物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可能也可以稍微舒缓你照顾上的压力。如果有需要的话，长期照护的资源是有的，以燕州得提供相关给子欣。先生，唔用呀？你咪該去捱天數嘅冇？阿媽唔記得我，也唔曉寫自家嘅名。用人留佢做伴，你天天會好啦。真錯，我冇照顧好。都会认错。以前啊，同阿爸冇感情就有你，啊，也好，我脑海先生讲最后，我本人受死哦。無論老爸娘誒，韓世家下唔照顧我，也下幫我照顧你。其实，当失智症患者走进诊间的时候，奶đều都有准批耶。需要被治疗的人可能有2位，有先生，辛苦的哦。成为照顾者不容易，这会挑战你原本是什么样子的人。啊，唔好所以睇咯，啊，要條路添喎。啊！來，再爸爸，再爸爸，嚟，啊！冇肯你啊！我做啊！來，有事，來，你跳嘅係嘛？我都是呀，这么小屁屁，我是骗人啊！我是骗人啊！有肚子狗模子，我是骗人！啥就这个事呀？我都是有，我是骗人，注意买啊！
家下少2粒钟的，一下就死，抢你塞一桶。我是骗人，我是骗人。哥哥，那要不爱记啊？抢你塞一桶。我是骗人。装这个是嘞，装这个是嘞。那不好。点点嘛。我中央都没过。歹势啊，唔敢讲嘛，我冇认真他。唔系啊，妈不便宜了，你抢光也都发有嘛个好呢？有上次关眼睛噶，没一种自我膨胀呢。唔讲也都发一些就唔像耶，不用到连续强人就冇想看，就想准台了。玉兰，我有事，我先离开。好，谢谢，下回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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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你看觉得怎么样？就很你啊。不过你把这个当做你的告别作，会不会少了一点什么？哎，你不是要下南部了吗？应该很忙吧？我觉得趁他们还在，好好的陪伴他们，真的是要珍惜这个福报。对啊，特别忙啊，忙着享受呢。可能是因为觉得就快要失去所有的东西了，心里有危机感吧。所以呢，就趁着还能享受所有东西的时候，尽情的享受，哪怕是几件漂亮的衣服也好。现在能有几个快乐的时辰是几个哦？你不是有个哥哥住在南部吗？你让他去照顾就好啦，你干嘛回去啊？哎，你大好的事业你就这样放下，很可惜的。哦，对，除了演出以外，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用其他方式，看怎么样把舞蹈往南部拓拓看。你谁呀？你邱玉兰呢？啊？跳那么，哎呦，姐，那个跳那么剪都按用心一样上有素质啊，那个渐是好的啦，同样把穷用啊，就按要读等来啊，读等来做仪式啊，老唔标本啊，后来亚生人无干无散啊。喏，迄爱种的哦，唔当爱有一条狗，我也好打电话同阿玉来讲，让我苦痛爱啊。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
唔是的啊，既然唔强用，唔记得去家带奶啊。我唔走哎，唔走妈，我唔走啊！再唔睇我再唔我你啊，唔知我看。你又喺那邊咯？我唔知入咩我看啊！拜託啊！萬年天數帶我再唔看啦！啲嘅天數嚟啦！拜託帶我再唔看啦！欺骗手，野雞鋪嚟路都唔平下，睇我眼用誒，當你都死。根本嘅天氣暗好，你點冇講法啦？我就一類人誒，馬該都講我做，唔做鳥去，睇我眼用誒。我要恨啊，你就唔恨來啊？一下點都要怪我哦！你，哎呦，出去前頭路走啦！嗰日對我卡看到惱死。唔係咁講哦。都唔啊！我大擺張氣冇見，唔超有問題，係賣假做，還走去公廠碼頭家對我唔好。佢我係唔判斷啊！以前哦，戲團地位就你的聲音呢，就一隻寫來嘅哦，太感人咯，動想咯。乜嘅處世都唔敢係唔做咩？你要打我哈？我打電話同人老妹講樣苦痛啊！好，來打。地位者，上本事。啊！人老妹唔見睇嚟呢？我唔見睇嚟啊！我來警察局報警。我去啦！哎呀！最好啦！哼！我係假媽媽哦，變鬼嚟捉佢起身呢哦！哎呦，阿翠花，你莫安樣去呐，莫個存奶奶啦，你做安心去。今日生意哦，我會盡做自家生意來學啦。媽，我走到太路紅啦，咁危險嘅，你做哪？啊？我做，我冇做，我來做哦，廿把我腳過來嘅哦，按有數，跟我都市安泰嘅，佢很強愛，啊，連吹發機都上我所有樣，我要按有數嘅你。我插喺對面前等我，我叫我走哦，佢唔走哦，我同吹發兩三年，就會來唔切嘅哦，我來走。唔過馬雞，我慘我啦。反正我就一走就對嘅啦，我就上去同吹發衝下。我兩三年中下，冇我欺負我，一年頭嘅男人哦，全部都窮樣，垃圾鬼，我就解決救嘅事情誒嘛，啊！
你这样好冇？啊？等下诶，哦，才有按到，妈，冇嗌老人飛死你，好冇？你拖牙把老人飛死你，媽，你錯啦，啊，拜託啊！哎呀誒，媽，冷靜啲喂，媽，停係了，媽，啊，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天公吧啊！我拜託啊，兩位天師啊！南無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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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公吧！是所以冇嘢嘅。我聽人講，也主要嘅是多嘅吼，會死人。唔會啦，該係會動到上會。漢吧，我是沒有欣賞嘅藥嘅，也種西藥冇是太多，冇是的藥，冇。是落口水咧。我冇事，哎，我冇事，冇事，冇事。媽，我安弄你好冇？安尼点点讲法，天都係很亮啥，清好嘅時光啊！喂，哥，嘿嘿，我在法国巡演，才刚下飞机，等下又要排练呢，哦，都不晓得有没有時間好好躺一下哎。媽，研究又較唔好咧，佢唱又大本營哈。我咩唔係攞佢講天花，係佢大白講法就會重複咩？明明一開始講過嘅事情，前面又講一道。大白就講媽又看唔好咧，但是我大白轉去看到佢，你每次都特別艱苦啊，啊，更係轉去又冇用咯。哎呦，佢都停住好嘅啦，人家辛苦得好冇？係啲唔好嘅嘢。哦。冇。像1年啊，1年啊，1年康復品質唔好啦，佢當到苦到老人家呢，你明唔知？哦，你安心啦嘛，夠本我是要康復哦。唔知啦，你安尼講哦，我知道，我冇負經驗，不過。係啦，夾到迄專業嘅，記得我有攀白。好了，先這樣子，我們再討論好不好？
记得啦，要催发侦查哦。我平常就会奶呢，蛮爱吃的。再等一下看看，说不定晚点会回来。其他人来就会了。两个手表的飞机啊。好啊。你一整年也包袱的啊。这边吼有纪念阿妈受伤时的衫，迄带伊落吼，你就带做伊做纪念。太太按子说。啊，如果阿伯不知道要摇，你就这样按摩他的嘴巴，医生讲可以帮助他的反应，他就会摇会吞。好了，对了。妈来了，看一下啊。阿弟，阿弟，你出来！干嘛干？哈？慢走啊！哈？人阿妈唔係干咯哈？我同阿哥、阿媽，搭上日本按多錢哦，我還沒按呢啊！哈？太太。我咪54年呢，我見過人哋不捨我吼，我冇看過像安尼按快一年呢。太太，我不會按你做，我是一直等到你可以回來照顧阿伯，我才放心回去。那唔成意，我還冇買呢。我的爸爸媽媽都在印尼。我連他們現在是怎樣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變得像阿伯這樣？我在阿伯身邊的時間還比在他們那裡多，我不想要別人也這樣對我的爸爸媽媽。媽，你看哦，哈，看清楚，還沒給蛋呢，哈。我照顧好多老人。虽然看他們這樣辛苦，我心裡有時候會想，好想讓這些老人趕快死掉。你講乜嘅？唔講乜我唔會按你做。你看家就講出來哈，你想乜嘅呢？你想一個個死他了哈？你們有輸啦！我唔做啦，我唔做啦，我唔做啦，我唔做啦。用到你呀都有素质，會啦嘛，唔做咧，唔做咧，我媽可就唔會管啦啊！死強強，全部死強強嘛！我靠住唔啷阿哥呢，啊！每天有賣嘅。我上阿媽自家咩都按你呀！你講法！我唔知啦，條家也不想這樣。不過我還沒來的時候，他就只有一個人。阿伯有時候會不認識他，阿伯會忘記條家是誰。
刘刚，他自己也会忘记呀。来本幸运哦，我要做了打电话，我要就打电话本警察，你抓我走好了，反正我也要回去，反正很多人没有得选，我没有得选。阿伯也不能选，刘家也没有可以选，只有太太你可以选。你有钱，你台北有家，很忙。太太，你奈买地？你真人讲马小？你看嘛个，当老外讲，也去做下，也去阿妈的肩膀。妈，你用按的呀？啊？妈，喂，这样看怎么？你跳高了吗？你跳高了吗？你没事。我按后面了。不用，是金聪明。我手上好好水搞我，我手上好好水搞我，我手上好水冇停停的。歹势呢，我都有固定伫使用嘅，不过使用的按不头就东南向啊，竟还有我会照顾阿妈，故说就徛起来了。又可以出什么？阿婆卡，像爱老阿老妹两个生日，从开始还老到阿妈当家手尾好，故说还家庭七家照顾，没想到。时间久了，我带定去落阿妹，马上感觉不来了。啊，金钱有一类了，恁讲情诶，我一面啊，因为我要照顾阿妈，还去下走诶。也好，用侬嘛该动力片诶。大家总嘛该都会打卡啦、翕相啊，现在看到阿老妹出过个相片，再个看咱家自家，唔系啲伏卡，就系啲语言。
俺老妹是都有费钱本来。你昨天夹开起来会吃饭呢？有爱，老阿妈2、3年嘅收费啊、医疗费，你都有中哦。我还厝地地方卡，你医院还做得起来？哦，是哦。妈，来食糖啊！哦，哎呦，是哦。哎，哦。谁的呀？谁的呀？哦。嗯。幾耐啊？佢真幾耐啊？嘛啥？哪有？啲哪？我就有看到啊，佢真幾耐啊？我仲係要。啊？冇亂講，俺有冇看到啊？你還記得嗎？你細時就跟我討媽媽吧。記得，俺記得。本來是好麼？拜託啊！哦，比上擺整個較強呢，有冇？嗯，來。呀，最惱我嘅人啊，真希望啊唔好按做事。媽，係講那一年，我徛到有錢，我家家走。Allah Akbar。有上次啊，佢書包冇記住，有老外講佢忙吃飯，佢竟忙，我除非太太上倒下去，從來都唔好用。不過
俺多艰苦啊！我真认同啊！明明手尾几好，总嘛该会按太长哦。你阿嬷讲过，手唔记得咧，唔使压1礼拜。需不需要转介心理咨商协助？也有一些互助团体喘息服务。于先生，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抽离亲情、抽离子女的角色，把自己就假想成看护，把妈妈当成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去做这样子的角色切换，视亲如病，哦，才不会把自己都搅进漩涡里。这舞老人家真的都辛苦诶，咱根本呢就坐下来分享，到底会遇到哪条问题，好吗？面前有位太哥，嘿，你看伊个较有经验诶，对你先开始好吗？哎哦，我迄天啊摆书房哦，改做水梅间的啦，想讲我照顾的时间要搁自然些啦。问题，我摆伊看到我间的，无恩无路无路无错无干无势的用的，伊行到今个地步，你想要写做？哇，迄个按有心来改变，毋过老人家无法度来适应，真嘅麻烦哦。面前也讲一姐，跟亚夫卡有诶嘛个情形哦。你像伊讲的啊，佮推翻的角度，想唔多呢。就一开始韩讲的出版真的记的哦，里面都变做一扎扎词，到最里面都想发得出，但一扎言咩？大家真嘅都辛苦诶吼，一下来用掌声帮七家来支持鼓励，好冇？大家加油！妈，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阿弟啊，好在用来阿婆卡天数呢。妈，等一下失包诶，唔老爱晚一讲好吗？像我世界时间安呢，晚一讲啊。我说我准哦，讲啊。唔惊唔惊。讲哦，我会讲哦。哦。很记啊，很记老王义公啊，哈。来唱歌啦，好嘛？唱生日快乐歌啊！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爱妈妈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妈，医生讲，我爱人唔看做上婚姻嘅。咱本来就安样啊。要按当然，俺嚟照顾你，你有欢喜吗？
阿过来啊，你就按样好好的，莫徛起来哦，人就真有希望。其实我冇的，妈，我冇嘛介希望。真正我讲，我希望我做得再来，完完全全离开你。还讲有希望，我希望你是清楚命。不过我们兄弟啊，也没有冲突唔想。卢妈，娘来，我老公讲啊，nhà cô bao tô同cổ hả nổi lẹ. Mất tiêu mà sao em đi anh nhong em người ta phải dùng cái răng này coi với cái lỗ cái răng sẽ thay lặng nữa yêu sao mà sẽ đâu cái hàng khăn lỗ ngày xưa tuy mà bà phiền ý rồi khi 밤 sẽ khoai lỗ cô theo家有讲过，他不是没有办法忍耐阿伯，是没有办法忍耐自己。Assalamualaikum。同学们，聚有定额，散有其成。我们的课呢，今天是最后一堂，因为我也得回到南部去上课。我妈生病的这几年，我把我妈交给疾病，交给衰老，交给我哥，自己天高地远的。好像正在代替经历磨难的人，被赐予一种正常的生活，觉得好像说不过去。Anyway， 祝福你。妈，你记得吗？以前哦，搭拜落太陽，唔做徛在。到學校門口，跟愛人阿公呢，有安樣的事情啊？這是哪樣事的事情？阿媽，唔關係啦，記唔得你冇關係啦。好啦好啦，莫想嘅啦嚇，莫想嘅哦。我全部都想不起來喲，你頭腦唔好嘅啦。唔會啊。哦，唔看下咧，見見到見睇嘅，
水就要晕落来哦。较脚都要晕哪渣，然后这位啊，然后我看，落到啪啪滚哦，按定咁较脚都要晕哪渣啦，冇得管去了，冇得管去了，哎呦，落水啊，按开水，冇得管去了，管去了，管去了，哎，渣落嚟，渣，哎，落強。渣要渣，嚟，看我啊，哦，渣哦，我想講你啊。吹法斗菜，妈，你要做乜啊？吹法喺上台，加個年紀咁冇帶到，我送過去本期，我送過去本期啊，我送過去本期啊。好了，人生一样。妈，人家บอก嘅吼，嗰種人唔生人鬼唔生鬼，係等人吹涼啊。又来，我有看到也没有2次是那种，你仲爬個腳到嘅，爬到腳嘅邊上去呀！哦，唔看腳嘅嫩哦，溜哦，也做不可太多啊，長濕得多哦。好啦，是看他的到啊。好啦。
翠发，翠发。寒冰一列地，思念处河山。君望一起且非我俩生。小妹，俺自细啦，遐个东西哦，我吞唔落啊。哎呦，俺呀哟，喂，转世的啊！去来天公走顺哦，当多事情呢，都无限哦。那无限嘛喏？我要照顾生意的啊，还要送家都是好狗啊，我来转。啊，你做嘛啦？我妹唔见他嘞，我要去警察局报警，讲我妹唔见他。我要去寻阿妹啊！我要去寻阿妹啦！我要妈，我伫遐啦。唔系啊，用兰嘿，用兰哦，对我同好哦。总的，我去寻阿妹，我来寻阿用兰。我来寻阿妹，阿妹也唔见他嘞。妈，你乖乖啦哈。我觉得我们之前是各自发挥想象力，对啊，我们应该要想想怎么样发挥剧场叙事的部分，怎么说故事，谁处理什么角色。哦，好啊，那就等我到台北再讨论好了。OK， 好，拜拜。你好。唔是俾讨的啊，老爱穿一种相片帮啊。相片？给杂头的，杂头。相片。以后啊，我就要用亚装相片。亚装相片底部演的跳舞呢，还冇上我跳舞。用嘛？啊？哎呦，好啊。哦，好，来。好了啊！哦，一简单啊。男的爱摇，男的呀就哩啦哩嘞，然就跳舞咯，啊。妈，很歹势啦，我對唔起儂阿公，儂
看做一家强的，然后来突然胎，但是老母都分居3年。叮叮叮叮叮叮。要唔该，要唔该啊！妈，你以前吼都唔接受呢，还唔接受哦？然后妈干咩唔是说，电脑吼做得营销，销到真欢喜，系嘛？妈干咩唔记得，对你来讲。可能妹妹把个坏事情做嘛，因为不平，那电脑做得深度吹法。Salut mon Louis chéri. Salut ma Magnolia adorée. Coucou, comment va la nouvelle maman? Il neige beaucoup? Non, ça s'est arrêté là. Mais il y a déjà une belle épaisseur. Ils ont fermé la tour Eiffel, tous les bus sont à l'arrêt aussi. Bon, et toi, comment ça va? Qu'est-ce qu'a dit le médecin à propos de l'échographie? On a fait une échographie aujourd'hui, mais ça m'a aidé devant son visage. On arrive à voir sa tête. Tu peux nous envoyer l'échographie? Ah oui. Regarde, on dirait tes mains. Guillaume dit que ses mains ressemblent aux miennes, mais c'est n'importe quoi avec une image aussi floue. Louis, vraiment merci beaucoup. Ah, oui. Bon, je te laisse. Guillaume est en train de mettre le feu à l'appartement. Allez. 俺都睇熟人哦，但係生哦感情真好呢，但是哦做生意都做到唔好，人家吼考研都考得高年的呢，人家可能呢越南一好呢，越南唔清賺呢，你看做我生意有這個生意，做我安泰，世界有名呢。都也好，还望尋到一個像樣的男人，行我一家學一家，按外面有乜個好？風夏姐，唔是小安多呐，唔要國家就好呢。唔該人太搞哦，儂該愛唔該支持呢，唔該加油保重哦，要加油哦。俺嚟先嚟做吼。孙航，加油哦！好啊，挣得了。我已經按3萬嘅呢，他家就看到我嘅成就，真唔看唔到，唔看我冇一搭破嘅，我真係下你面子呀！我呀，係唔甘願，我一個安好嘅妹哦，讓我尋到一個好嘅男人來照顧佢，實在冇公平哦。我是在想啊，我小娜以後23年用個啥？我看哦，no，唔是個照顧我啦，上烏冬一家。
即刻走出来啦！我拢讲过几多摆诶，我慢奶就心动呢。啊？妙的嘛？阿贵嘞，见他嘞。我出来去嘛，阿贵嘞啊！阿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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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贵。你奶呢？你有给我蛋呢呀？我家那点都睁不开了。阿贵嘞，见他嘞。我出来去嘛，阿贵嘞啊！阿贵嘞，阿贵嘞就是那样喏。我上班啦，哈。喂，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现在多久了？云，云，云，对，同时要表现细致的依赖，又具有攻击性。对对对对对，你要试着安慰他，对，但是要表现得粗暴一点。你干嘛表现得那么外露？你要把身体的能量放在里面。好，再靠近，慢慢的哦。
老师，妈妈好像……场上暂停，原地放松哦。月兰老师，你有没有考虑过请看护，或者送妈妈去安养中心？现在有很多机构都很不错啊。你很孝顺，我们都知道。可是你看妈妈她不知道啦。既然她不认得你，你自己照顾或给别人照顾有差吗？我们在婴儿时期也认不得、喊不出自己的爸妈，可是他都一直陪伴着我们，不是吗？虽然他现在认不得我是他女儿，可是我认得她是我妈。不好意思，我去处理一下。再拔佢啦嗱，唔好啊你啦，拔佢啦，拔佢啦，拔佢哦！哎呦，我笨乜事啦？我娘啊！係啦，又係攞公公去急出嚟啦，幾間冇用啦！听音乐啊，听音乐，交给别人。哎呦！哎呦！娘啊！你这个行下人啊！我咩老公公啊？我做乜嘅很愛出會啊？做乜坦白就要顯很當我個人啦？唔好意思喏，哈。哎呦，你睇我係故意嚟聽的，嚴的你睇啊！哎，你阿媽嘅事情咩唔是做呢？哎呦！想啊，哪看走在外心你就放野。好啊，安尼偷偷向我喊啦吼，喊我上啊，係冇？好啊，來啊！我是強啊，我死啊！我是強強啊！啊！那做乜嘅？
嘛个？水菜小魔怪啦，呀，他没出息了你啦！讨厌啊！那他等我做乜嘅呢？哎呀，做乜啊？死你头等啊，老穷啊不点啦！那莫爱了有素质呀！你要断了只有不好，不好就做应该啦！真啊！你也想请出来咩啦？来啲啦！不然強勁叫下來嘅生意嚟啊，全部都喺度偷仔啊！我大個快幫佢啦！哎呀媽呀！睇翻我，不好眼用係我，不好啲下來眼用緊身啊！上神嚟啦！我妹就妹一樣對我。哎呀啦！妈。走去吃奶奶。妈，俺的爱。哟，你看，你嘛该呢？咦，老师差不多了。
谢谢。谢谢。这个作品，我要献给我的2个母亲，一个在我1岁的时候去世了，一个一直养育我到现在。我越快讲完，我现在就可以越快回去陪伴她。谢谢你们陪伴我的这些年岁，谢谢舞蹈，谢谢剧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在付出，我在牺牲，却没有想到，原来我才是那个被祝福、被给予的人。最后，我要将这个作品，我最后的孩子，献给我肚子里的小孩。妈，来了，1号自转哈。哎，无顺爽诶，按来吞迄本医生看嘛。啊，翠花，做啦，唔是笑啦，用诶行到人头前我保护啦，唔看。过来啊！也还没受到安泰的咩？喏，就准做家的话，冇阿爸啦，唔做安心啦，老生人嚟讲下来，有爱对呀，一生人就会老做盘啦，吼。
妈，那眼摸的肉烂啊，我唔信咯。那让你记得就好啊。妈，你看，啊，就见你偷偷，无也无爱天所破，所破呢，作牛的嘞，牛呢。买得嘞，钱呢，头不用咯，不用嘞，走得嘞。啊，就见米头头。啊，就见米头，无也无爱天所。说，你嘅行到路上啊，有看到四沙哥、四老鼠、四狗嘅是咩话？喏，最你较远的话行，你迄卡是模度好，真正有难度啊！来教我呐，嘅声音咧讲出来以后，那个脚啊，就不用我夹个向前。安尼哦，强强的哟，哦，慢慢的来去敲，敲，安用慢慢的敲，哦，慢慢的敲，哦，还有哦，那求天公伯哦，求天公伯原谅，冇本鬼哦，入到声音的神法来，哦。翠花，你一天都保佑人的模样哦。好，我们把手举高哦，哦，像鸟一样飞呀，飞呀，再飞一下，然后就飞高高。想象一下哦，我们在鸟群当中飞翔，你的前后左右呢都有一只鸟，有没有？现在大自然的流动就在我们当中发生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哇，这一切好美好哦。